立法委员陈玉珍提案的助理费除罪化的修法，今仔日引起了各会助理工会抗议啊！抗议现场，陈玉珍本人嘛到啊，双方一见面啊，呛来呛去。陈玉珍讲啊，伊将助理当作是厝邻的人啊，这句话啊，助理听起来煞种愈生气，最后双方拢无满意，就煞场啊。他们只是想闹场，不过我来讲。 一开嘴就封骂，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嘛无秘手，为了提案助理费除罪化的修法，甲国会助理工会正面对呛。我的助理呢，就跟我的家人一样，请尊重，请尊重。讲助理是亲人，又搁引起助理的公愤，立法院正门红微调的，民众党立委张启凯表示支持。你们办公室助理有联署啊，都已经站在这边了，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就是支持。这敢是表示伊反对陈玉珍的版本，张启凯重新讲会沟通，因为工会发起的集会，立委徛在中央，助理就无欢喜啊。 伫正门口拍桥，陈玉珍赶紧刷起会议室协商。我不希望它变成一个政党之争啊！今天这个反而是一个契机哈。话多讲煞，政人焦点拢刷对这边来。行政院院长、主任院长是国会助理出身，我本人的立法院长也是担任民意代表助理，所以各位心中的酸甜苦辣，我们都曾经走过这条路。韩国瑜表示关心，想要用轻松方式化解紧张的气氛。最近工作压力太大。 韩国瑜嘛将外叫局长回应助理这生气，恐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风声讲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下令追查国民党立委助理，什么人有参加联署？各种声音都应该予以尊重。啊，查水表的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事情。公布这个代志，就惊讲争议扩大。陈玉珍最后甲助理工会改做无公开会议，双方最后达成部分的共识，包括工会助理的薪水按照现有公立助理的制度无变，其他依照劳基法。 其他助理工会的伙伴，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共识，还是所以他们就先离弃。看这个办事助理费的争议无遐快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